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做回认捌台湾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真正吼，咱看到农委会总是放炮来庆祝吼，台湾经过24档这个拍拼，总算自口蹄疫区来除名。除了咱讲继续要来主动，咱讲非洲地这以外，嘛会积极来推动咱讲饲猪产业的现代化吼。规划这个饲猪产业会当转型升级，嘛来拼外销啦吼。目前咱讲这个口蹄疫来除名，咱会当拼外销这个国家，目前有这个香港、澳门、佮新加坡啦吼。另外咱讲口蹄疫区这个除名了后，这个台湾也佮有这个传统 DJ 这个议论啦吼。农委会嘛讲吼，来拼这个消毒这个传统 DJ 这个部分，买手才会当来拼外销到日本，甚至到美国这个部分啦吼。今日谈咱的节目，咱就好好来讨论讲，饲猪业安怎来提升吼，安怎来转型。透过今日节目，咱好好来对话。这边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咱邀请台兽医系名誉教授赖秀水。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是，第二咱要邀请到中华民国饲猪协会常务理事林秋桂。主持人阿明、赖教授、咱副组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真有元气啦吼。另外，咱们来邀请到防检局动物防疫组这个副组长林志宪。主持人赖教授、理事长，甲大家观众大家安，大家好。真正是真正欢喜啦吼！咱看农委会总讲这个放炮啊，伊讲吼，若是做农的吼，是饲猪的吼，真正若是拄到好代志，都要来放炮庆祝吼。等24档，这工真正无简单，咱先请教授。其实这等24天是真不应该啦，真不应该。但是你若有等到，那是真庆祝的代志啦吼。这摆会成功吼，会安尼来破灭掉这个口蹄疫吼，和这个国际这个。动物卫生组织来甲咱肯定讲，咱是非无拍疫苗的迄个非口蹄疫的迄个国家吼。应该讲这是来讲，咱这政府吼真主动，伊个真积极来推动这个或者破灭口蹄疫的计划，这是足重要的吼。另外上更加重要就是讲，咱这饲猪吼饲过这规个这。这养猪业者大家配合都真悬啦。所以咱伫迄个2017的时候，咱已经申请着讲，咱拍疫苗吼，咱无去临床的病例，或者拍疫苗非口蹄疫的国家吼，迄阵开始，咱就准备讲要来申请讲无拍疫苗要来拔针啦吼。要来拔针无拍疫苗，佫是无口蹄疫的迄个国家，哇！结果2018年7月7日，安尼甲做了，实在是就真成功啊！一声就拢无甲半例，无甲一例迄个临床症状。头我咧讲吼，实在讲，今仔日24年再来完成这款的讲台湾无这个口蹄疫，实在是真可惜啦。因为咱过去吼。其实伫迄2003年的时候，咱若是有得到一个或者咱若是向这个或者 YE 吼，那申请讲咱就是注射，注疫苗，咱无口蹄疫迄个临床病例，所以这已经有啊。所以因为迄阵2003年有这个情形了吼，咱就开始我那边有一个计划，讲要破灭这个口蹄疫啊。迄阵17年前啊，就开始做啊，毋过迄阵吼。有较保守啦，伊用迄个分段的方式，就头仔讲哦，伊毋敢讲100，就敢若即马安尼，甲针甲扭起来吼。迄阵就用较分段式的，分段式的就是讲，伊分几啊段，分甲实在讲，甲2008年的时候，已经1/5的猪啊在注射尔咱迄阵有500外头，但是有400几头拢是无注射，剩100外头注射，毋过真不幸，迄阵政党轮替啦吼，轮替了，因这个主管无共吼，伊的看法无共，伊为着伊的安全，佫这针佫做咧，这针做了呢，佫舞到今仔10多年，咱才改丢掉安尼。所以咱们看讲吼，这回这个蔡政府伫咧2016年上任了，咱今看到这个农委会也是讲昨个这个记者会内底拢讲这个施定啦吼，是这个按表操课啦吼，一步一步要甲这个口蹄疫吼背针甲背好掉。就咱讲吼，去年2019年7月7日，
备战了后，今年伫咧6月遮其实嘛受到即回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本地讲这个9月时阵已经把这个文件拢送去到这个 OIE 世界卫生动物组织内底去，但是因为疫情侪人这个开袂这个会开袂成啦所以咱会当甲伊讨论什么咱都等遮久24天呢啥这个会议会受到这个延前，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啦，所以咱有甲伊建议讲有偌一种方式要安怎来投票，安怎来进行咱的这个5万看会当达成所以伫这个防检局遮嘛有真侪出来的这个所在啦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副组长啦咱伫遮有做啥物拍拼？有，就是讲，咱主持人讲的确实因为本来是咱的世界动物组织 OIE 正常都是每年5月份会开会员大会不过即届就是因为拄到咱的 COVID-19 的肺炎的疫情所以无度召开所以变做讲本来是讲要甲延期啦，要延到明年才要开啦咱是讲咱台湾要等考地袂付，等袂付所以今届要求讲。无会使用视讯会议来开无，还是讲要用通讯投票来开啦。甲建议了后，伊有接受，伊讲安尼会使，无咱就用通讯投票的方式。本来是月底讲是6月初就会知结果，结果内底伊是算包裹表决嘛结果内底有一寡俄罗斯有一件的嘛一寡其他的病要甲处理，结果伊的资料送了无正确，伊个登上了后，如果爱审查，佫出1、2礼拜去所以等到6月16号周日，才接到这个通知，果咱台湾正式通过在考题的会议区，所以这消息才互大家知影。无惊嘛是好代志，好事大磨啦，大家期待足久所以咱主持人嘛讲，所以咱农委会是以时事的情形来看待这件代志，所以咱要开去记者会进前。就是放炮，所以咱睁开，就是有好代志就用放炮来庆祝，所以用这样来这个起手式。放炮啦先来看讲昨这个放炮的画面是安怎咱嘛要来带大家看讲，这个农委会这个主委伊是安怎宣誓啦做回来看。农委会伫大门口放炮，庆祝台湾总算拍败考第一。这个时刻，农民甲台湾人是5万24年。我今天精神有一点恍惚了因为昨天从8点多以后那个手机的那个声音就一直央了我整个晚上都睡不好，花了4年的时间把口蹄疫从开始规划拔针来到完成整4年的时间。所谓的拔针就是2018年7月1号开始就已经没有施打整个口蹄疫的疫苗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猪只都是健康的，达成这一个24年以来的不可能的这个任务。那我想昨天晚上应该不是只有黄副主委睡不着觉，应该很多台湾农民应该也睡不着觉。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除名，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回顾1997年3月19，台湾地确诊爆发口蹄疫，青的猪肉停止出口。虽然伫2003年，台湾已经有2年无再爆发案例。但是2009年的全民备战失败，到2016年搁在中溪扑灭的作战，直到经过4年的拍拼，台湾澎湖马祖地区总算伫2020年6月16日暗时，得到 OIE 会员投票通过，认定是考第一个会疫区。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对出口非常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的猪肉跟美猪、跟加拿大猪等是不一样的。从新加坡、香港、澳门。其实我们非常的有潜力来发展这个，包括加工的猪肉或者是生鲜的猪肉。虽然台湾的猪肉成本高，10公斤平均的批发价伫61块到63块之间，比美国猪的平均批发价50块是贵真多。但是中国拄好拄到非洲猪只甲武汉肺炎相同的打击，农委会也是看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华人的外销市场，但是台湾也是典型的猪只疫区。农委会表示，日本甲美国的规定是比新加坡、香港、澳门嘅严格真多。伫咧脱离猪只疫区进前，台湾猪肉也是无法度销去美国甲日本，所以受到非洲猪只入侵，提调典型的猪只，会是后一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咱讲这个会员国投票吼，180几个这个国家吼，差不多有141个国家来做投票吼，半数来通过啦吼。啊，其实等一天嘛，真正真过。咱头拄看到这个投票整理，咱先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啦吼。就是讲哦，迄当阵哦，1997年3月时阵哦，是口蹄疫大爆发啦吼。这个青肉都停止来出口啊啦吼，啊影响到4000间的这个饲猪场吼，拢受到感染。另外，咱嘛看到讲啊，有侪届拢要备针啦吼，但是拢备针失败。咱嘛看到吼，啊其实台湾啊，甲澎湖、甲马祖吼，伫咧2017年5月时阵，迄当阵就认定是这个拍疫苗的这个非疫区啊啦吼。啊，毋过金门这个骹步吼，因为受到过去嘛是还佫有这个 A 型的这个口蹄疫出现啦吼，所以2018年5月吼，才认定是这个拍疫苗的非疫区。啊，另外咧，咱讲2018年开始7月。台湾这个澎湖、甲马祖地区拢是吼停止来拍疫苗啦吼。另外，咱讲2019年吼已经备针满1冬啊吼，无过发生这个案例，所以就像我头讲的哦，一冬了后，咱就开始积极吼文件来申请啦吼。啊，当阵咱讲啊，1997年拄好发生的时阵，咱的秋季之夜，迄当阵饲猪已经饲偌久啊？迄阵就饲超20几冬啊啦。我甲即阵饲40冬以上啊，都少年饲到老啊。少年饲到老，啊，迄当阵会坚持落去的这个动力是啥？因为吼，我感觉讲，猪肉是咱民生必需品，只要咱若认真饲、用心饲吼。咱吼，这是需要的这民生的物资，吼，咱来坚持吼，算要有前途。要有前途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因为这回口蹄疫，咱从这个疫区来除名，啊，咱嘛看到农委会要宣誓哦，宣誓啥？咱讲吼，这个猪啊吼，有当时啊一冬啊会当二水啦吼，二水的意思就是会当生2胎，啊，有的佫是2.2胎啦吼。但是这吼产量提升，咱嘛讲吼，这个部分若是产量提升50万只这个猪母啦吼，一冬会当佫生100万只。但是这对这个咱这个农业的影响，还是讲饲猪农吼会惊什么无？要增加投诉吼，这爱慎重考虑啦。尤其咱农委会吼，因为即马咱口蹄疫迄已经备针了吼，伊要想讲吼外销量无够，所以要预定讲吼，最近新闻弄出来，预定要增加100万只。100万。吼，针对这饲猪是非常的真烦恼。今日下早咱。阮解决养猪协会有开理监事会，啊有针对这讨论临时动议有造成决议，伊认为讲吼，如果若贸然吼安尼匆吼安尼增加100万只猪仔出来吼，对咱这产销一定会做产生这冲击，因为咱旧年有一个经验。吼，因为中国甲美国是贸易的战争，啊，美国买中国肉无去，那中国要甲美国买肉无甲买了吼，伊就一部分来台湾，啊，就吼，已经败干咧吼，农委会就要救猪价，救甲平喘啊，所以吼，咱若搁增加100万只吼，如果万一这中间咱外吼，这3、5冬来外销，若搁不够顺畅的话，加出来猪仔唔知影要安怎吼，要安来消化，所以阮今日解决养猪协会理监事会有做一个决议讲吼。我建议农会吼会当思考看卖咧啦。咱即马目前还佫饲的养猪投诉户数吼是7200户。啊，7200户，如果若一户增加10只猪母，就会增加100只。啊，100只7200户就增加72万只，应该。政策就无偌济，欠无偌济啊！咱会当思考来用这种方式来先增加投诉看卖。如果若感觉讲安尼，吼，咱每当拢有2届饲养投诉的调查，啊，若感觉讲增加了，较无够，看要安怎较过来增，啊，若较重啊，再甲市里讲，无即马。搁减一个安尼，吼来阮愿意来做这调查，阮今日这吼饲猪，加一些养猪协会，今日理监事会做临时动议的这决议嘿。因为今日市场吼，我是感觉秋季节伤过烦恼啦，啊，伤过烦恼，实在是唔免安尼烦恼，因为最近咱知影吼，伫2018的时候，这个中国发现的这个非洲猪瘟嘛，啊，非洲猪瘟会使讲亚洲所有国家拢有。咱台湾跟日本无尔，中国欠家呢吼，中国欠肉是欠家，是亚洲若是欠肉，菲律宾若是欠肉，所以你即马吼，你若讲小可增加一个吼，一步一步来，我想对咱用猪的是有帮忙啦，你咱讲诶，一定有帮忙咱的这个外销，咱这争取这个外汇嘛吼，所以我认为即马你若讲要增加50万只猪母，那都要1年以后才有通，迄个
低糖卖啊，所以应该即卖可以计划慢慢一个来。慢慢一个哈。咱是不是搁讲啦？今仔中共吼，伊若肯甲咱买猪肉吼，哇，你不得了！迄伊欠猪肉是欠偌济咧？伊即卖无猪肉嘛，伊即卖非洲猪瘟拢还搁咧发生嘛，饲袂起来啦。那毋是敢若当中国、菲律宾，该小看到的这个国家吼，拢受到影响啦。所以事实上，咱即摆若口蹄疫已经破灭了后，吼，即个用猪大家好好计划啦。当然是恁即个团体要好好去计划，若有法度伫即方面吼，会用咧家己讲会趁一寡外汇，若袂歹啊，对不对？啊，对恁这饲猪的若有通讲增加一寡收入啊，吼，啊恁遮侪年的迄个辛苦吼，啊，佮配合甲安尼，为着这国家即个要破灭即个或者口蹄疫吼，啊，今仔早有安尼成功，若无恁是你的迄个配合，根本无可能嘛，无可能嘛。对，咱昨嘛看到即个农委会记者会啦吼，就是讲吼，即个咱讲有产业吼，即个甲学界啦吼。产官学吼，佮有研究吼，做伙4方面来做合作，才有今仔日这个成果啦吼。所以，但是咱嘛这个业者的这个意见，因的惊吓嘛是有啦吼。因为讲过去这个美中贸易战，真正就看到市场安尼起起落落啦吼，真正是会受到影响啦。不过农委会这其实嘛有这个态度出现，伊是讲3年至5年，这中间豆来增加啦吼，咱继续。好，这部分我甲解释一下，就是讲到历史定位农民的声音，咱有听到吼，所以咱毋是讲。今年都要增加100万头，毋是安尼。所以咱大家主持人有讲，注意昨天有宣布的时阵是讲，咱即马一只猪母平均一年会使生长差不多15只猪仔囝。目前咧，咱台湾的水准是安尼。咱即马要是透过咱的饲养环境的改善，饲料配方的改善，希望讲在1、2年时间会使甲咱的平均15只的猪仔囝。甲提升到17只，而且就变做说差不多提高超10%左右，吼。咱即马咱即马在用的差不多50万只的猪母，这一只会使加生2只，一年加生2只，安尼100万只。这毋是讲今年就要达成，这是讲要超过2、3年的时阵慢慢达成。OK。这未来就是讲咱张主任嘛宣布讲，是毋是讲在咱3、5年。以来会使要甲咱传统猪瘟要甲消灭，吼，咱透过咱的生产医学的提升，甲环境的提升，会使甲这个咱养猪的环境做好，个因为咱即摆毋是讲要养猪，要搁爱起新的猪场，大家有空间，咱即摆是用咱既有的猪条，要搁另外起，你是讲本来是17只加饲2只，这应该是15只要加饲2只，这应该是要搁起猪条，所以用。既有的设备就会使去增加，现有的这个设备啊，部分，所以应该是影响无大。这毋是讲今年就要增加，这是要2、3年的时间来增加。慢慢咱来开拓咱的外车市场。是，吼，咱头讲的，无毋是甲咱的猪肉坐使出去。头咱罗教授讲，中国、越南，因为外猪已经死了啊，咱会使出整猪，会使出肉猪，会使出猪仔囝出去，无一定讲一定甲猪肉出去。好，咱台湾的猪肉风味真好，所以免惊讲这咱饲好了后，免惊讲无市场，有市场，咱倒来内底差不多1年差不多800万的消费量，好，咱即马咱会使加饲，咱会使有拍挂咱的外销的市场，咱加出来100万2、3年了后会使外销，这就是咱的市场，咱的愿景。有影啦吼，市场无限的大啦吼，其实咱的这个技术嘛真好，亲像种猪也好，猪母也好，猪仔囝也好，拢会当外销啦吼，这嘛是一个方向会当去思考。但是咱嘛知影，其实吼手几只，这嘛是有伊考量啦吼。就是讲咱头拄也讲到，其实伫咧产量这部分，除了讲15只，要提升到17只，咱即阵的这个量嘛已经超过，咱家己生产的是毋是平均以上都20只，一年会当生较济啊？一般啦，较新的设备吼，管理口的猪条，台湾有20只的款吼，一只猪母有20只猪仔囝出来。是。咱单买即马是拢要到30只吼，迄咱嘛是爱搁。欧洲国家吼。嘿，咱爱搁吼爱搁努力的一个目标。拄则咧讲增加咧投诉这吼，那迄吼当然是豆增加啦。所以咱即马如果来要增加投诉，要增加投诉，我希望讲吼，针对这个做法吼即迄个计划之后，爱好好甲饲猪朋友来沟通吼，讲说明我详细安尼吼，大家安尼算吼
看市地边来配合安尼。啊，若无目前你讲哦，啊3、5档要加100万只，市地算真正会恐慌吼，咱这是爱需要佮大家来沟通一下。会惊吓啦，所以来看咱的节目吼，大家先来看咱的节目安尼啦吼。啊，其实做一解了解，就是讲这口地对台湾吼市地业真正吼产业影响真大啦吼。迄当阵有偌济万户，咱先来做伙看吼。台湾嘛是过去全球第2大这个猪肉出口国啦吼。伫咧1996年吼，迄当阵日本的进口猪肉有44%拢来自咱台湾啦吼。所以猪肉敢若是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值吼，一年就差不多600亿啊吼。迄当阵饲猪吼差不多25000多户，啊饲猪的这个头数是超过1200万只啦吼。啊，1997年因为这个口地疫个这个爆发啦吼，一路来落降，啊，即阵剩差不多7200户左右啦吼，饲猪数差不多是500万只，啊，这个产值吼，差不多初估是1700亿啦吼。啊 ，OIE 自口地疫区除名了后，农委会嘛头讲的，咱3至5年之间啊，要增加100万只这个肉猪来做外销使用吼，啊，产值吼当100亿。另外，咱头嘛讲到，新加坡啊，也是讲这个咱讲香港、澳门这部分已经开始咧做制接啦吼。啊，头咱嘛讲到，手几子啊，有讲到一个国家真出名，就是丹麦吼，伫咧欧洲丹麦这个部分啦吼。即阵讲会当一年30只，30只，30只。咱讲这个猪的这个成长，也是讲吼，要互伊有新，这个期间是3个月、3礼拜、搁3天啦吼。啊，一年差不多会当2.2胎这个部分，但是嘛是爱互伊休困一下啦吼。但是咱亲像这个手几子啊，家己后生嘛有去丹麦吼来去做一寡参考。恁去遐学着啥？后生去遐学着啥？阮后生去学倒来。吼，写我甲看伊的一份报告，伊写迄报告吼，哪像咱咧写论文的迄款报告吼，我用心咧学，啊，伊有铺一个迄款吼，迄个啊，都拖迄款节省人工啊拖死伫个车伫迄啊，做来网络，做者市里都问讲哦，迄哪像啊真好用，啊，咱农委会吼从善如流，那吼，因为即马除条人工拢足歹请，啊，农委会自旧年伊就考虑到即个问题，替市里的设想。拢有补助吼，一寡迄个节省人工的这机械设备，包括拖死猪啊迄个车吼，迄设备啊，搁猪哥吼试情迄车啊，吼，迄嘛拢一个人就我都驾驶去吼，去处理遐。是安尼猪哥试情的车咧？嘿，因为咱猪母吼离龄了，拢甲关伫迄车内，剑兰关几排。啊，你猪哥吼行过了，伊猪哥吼，伊像猪母闻到猪哥味道，会刺激伊吼。发情会较正常，吼，嘿，发情较正常，啊，拢爱一工爱去顺者，吼，安尼固定时间爱去，吼，安猪哥爱去甲顺者，安尼，吼，迄诱发迄款，迄猪母迄款发情，迄是算一市里一技术中间的一项安尼，吼，哎，本来拢嫌猪，你猪哥嫌伊会乌白走，吼，你足歹家接，足歹家接无，嘿嘿，啊，即有迄啊做迄猪哥试情车，你甲。关咧迄个车底，伊也无法度走啊，甲塞咧吼，塞来塞去，为在你嘿，足好食步，足好，足简单诶。所以吼，用到迄市拢讲做用，所以就甲要求，要求农委会讲，今年还佫继续有这补助计划，农委会今年还是还佫有，还佫包括验孕的迄设备，吼，迄验看有新啊无无，迄个迄机械，吼，啊佫验正常的社会证，佫有一寡。绿能养猪，迄绿能养猪迄款设施的这设备，拢总有补助，迄补助项目真济。我直接要呼吁咱这市里朋友，吼，咱详细看咱迄也做农政，咱迄相关单位吼，甲咱寄这通知，吼，啊内底项目咱有需要吼，要申请的爱伫咧7月70之前吼。提出申请安尼吼，唔通超过时间安尼吼，我直接提醒大家。7月70进前爱申请吼，其实手机啊吼，头拄讲到真侪重点，就是讲咱这个市地业已经真科技化吼，啊补助的部分，农委会买上到3工啦吼，农委会遮即阵讲，若是有对着这个科技的时代，一半以上拢甲补助起来。是，农委会咱讲是做学路的啦，会当学路一啦。拢咧倾听民意，我若甲反映啥物吼，拢会做。都吼拢啊，所以我嘛感觉做愿意讲，只要对市里有帮忙的计划吼，我嘛做愿意甲农委会配合。其实咱为着咱养猪啊产业的部分，咱拢是希望讲产业会使先进啦，吼。所以到了李处长讲的，伊的公主吼，嘛去丹麦去学习啊饲猪，这是农委会每年。拢有补助差不多10个这个青农养猪青农吼，去丹麦差不多1、2个月去学人饲猪的技术，啊看有啥新的机械，
新的配方什么，学了后转来，因为讲政府建议要安怎改善，所以转来了建议就是讲，是咪会使用什么机器，或者减少那个人工的部分，所以有一寡机械补助，搁一寡技术，所以咱农委会对于这种只要能够会使增加这生产的部分，咱的机器都差不多补助到一半以上，所以拢有这款的补助。另外这每年有差不多10到10个新农会使派去外国去学习，这每年拢在进行，所以当年拢有啦，所以这希望讲。咱的观众朋友，这样有这个需要，会使甲阮农委会特务处来报名。咱会使人收这，咱会选拔甲有计划，会使提计划来看，咱就感觉较好的，咱就甲送出去。是啦，有偌济改善咱的即摆的饲养的环境。本地讲这个3至5年要互这个产量提升，但是嘛要对着科技的这个部分。我就请问一邱贵姐，恁后生转来敢有甲你讲？丹麦即马会饲猪有种叫做有机的猪场。我无特别解问啦，因为咱吼拢有办迄个叫做丹麦养猪等来迄款说明会吼，因拢有去讲啦，因拢有去做讲师，拢有去讲，讲互大家咧。我著看阮猪条吼，有迄个耳机条，迄工人在洗猪条时拢在听音乐吼。我讲囝讲，即摆他有这设备拢没有共用。阮囝讲，人因遐拢有安尼，嘿，人迄耳机互工人安尼听咧，等伊听安尼在洗猪条算可以安尼。丹麦确实饲猪实在是真进步吼，因若是1300-400万头吼。人因的管理真好，吼，伊咱讲伊一个牛就好啦，吼，伊有500几万只牛哦，一只牛若生出来，耳仔就拢甲伊健康不，就甲伊一个身份证落去啦，吼。是这个是真重要，所以知影这个一个牛籍啦，猪籍那是共款，吼。咱台湾有一点较早我一个讲这个咱。这农委会连咱台湾有几个猪场都唔知影咧吼，都无法度去甲入去电脑安尼。台湾遮细啊，才500几万只尔，即马咱6000几户会饲猪尔，咱无法度用电脑化来管理这个数量吼。你若管理了，你的一个猪场，你的生物的迄个安全做好，卫生做好吼。你这疾病来减少，你就拄啊，咱咧副组长讲的上重要。你若一只猪母用个加2只，会第一囝出来，17只还是18只？这都伊成本降低，无当紧吼。个即个，即马就唔免搁加饲猪母啊嘛。有影啦吼。我是认为吼，咱的饲养的吼，即个小鬼子因囝去学定来，一定有真济迄个。发现啦，伊可能无甲你报告，是随时担咩哦。担咩人因即卖因为伊抑个比咱较有利的一个所在，因为伊的气候较好，吼，无像讲咱安尼足热啊，佮足湿咧吼，所以因的疾病较少。担咩即卖因的迄个饲料内底袂使放抗生素呢？因个欧盟内底因的迄个饲料内底袂使有添加讲咧出迄落一寡咧几十 ppb 的迄袂使呢。咱台湾抑个真济用去用呢，所以因的饲猪吼，事实上因的药性会较悬。伊会成本降低，你只要写嘛，伊1公斤差不多50块嘛，咱就差不多爱60块嘛吼，所以伊担尾伊真有条件来输出，但是伊就担尾离咱亚洲这较远啊，伊有可能爱用冷冻的嘛，吼，所以随时来日本来开放吼，开放咱吼，咱的猪嘛是占足悬的优势，哦，要销日本，但是咱无一定讲，咱一个国家无偌大为着这个环保的代志，咱若饲伤一猪，来污染，来为着来趁这钱，那是无必要啊，吼。是因为过去讲，烤地液这个部分已经吼，这个规模较缩小啊，但是若是要甲这个规模搁提升起来，环保嘛是一个，那是一个问题啦，吼。事实上，咱的饲猪若是讲有法度搁注重这卫生管理、疾病疫苗做好势吼，整个的这个吼，猪仔的这个管理做好，就是讲伊若爱有这个。猪场有几户，咱防疫单位、咱的农委会单位应该爱清清楚楚嘛。有啥物问题，按照你再去辅导嘛吼。所以我认为讲这个吼，这方面我是农委会讲法是讲，你猪场一对
你即摆这偌济啦吼，这偌济啊，伫对有详细无安尼啦吼。啊，饲几只拢爱清楚嘛。咱继续来请教副主任嘛。这多谢咱罗教授的建议啦吼。其实咱为着要防业的非洲低温的进入来台湾吼，咱做了足侪代志。咱即摆唔是讲咱的牧场爱注册，是。咱即摆伫个地图内底，拢知影伫倒位，即拢知影。咱即摆搁做一个所谓的电子围篱啦。哦。就是讲，咱即摆就是讲，咱即摆讲为着要防止个非洲猪瘟吼，啊，咱即摆为着要知影讲后摆迄这样不幸发生。迄低压车安怎在咧惊讲是迄低压车来传染的嘛，吼。所以咱即摆全部要求载低压车拢爱装 GPS 啦。哦。啊，头拄讲，即摆牧场爱有迄电子围篱。伊就是讲，伊即摆车挖过了后，咱用伫办公室看地图，看电子地图，伊车经过，只要经过那个电子围篱内底，伊就感染。就是讲，你即台车有入去牧场。是。啊，伊即摆牧场只要伊会载去屠宰场，还是讲载去肉品市场。后摆万一这样有发现这低压病，路线会当去甲清查，咱就是 GPS 调出来，就知讲伊去倒位，咱知讲这可能是倒一场有来源，咱会使精准的防疫啦，真精准的这个防疫。啊，伊经过所在，咱会加强消毒，是，所以足紧就会使甲这发生的病，就使甲清除掉。有影。所以即摆其实拢用科技的方式去做防疫啦，吼。是。啊，罗教授的建议，其实咱政府拢有听到啊。所以这2年来进步足多。是。吼，所以有做牧场的登记，啊，另外佫有做电子围篱，另外咱的载低压车嘛有做 GPS， 所以经过的路拢清清楚楚。哦，所以这部分咱其实咱做非洲低温的防疫时阵，咱有做演习，这种演习过啊，这种是非常可行，所以即马其实拢有伫做啊。咱若是佫要一个建议啦，是讲咱即摆吼，咱台湾是真特别的，手机这个了解，咱的猪啊拍卖是用活猪嘛，啊活猪去拍卖有足侪问题的吼，是，你像讲这疾病的传染也是真好，啊咱会甲即摆来也无法度改做这导体的迄个拍卖，啊导体拍卖我毋知是养殖业者毋肯，还是咱这个农委的这个无去推动，啊人单卖拢是安尼，拢已经这个拢是用导体来拍卖嘛，吼，啊这是事实上用活体来这个拍卖场，这是咱台湾第一的特色，你知影？有影，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咱嘛有整理到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化猪啦吼。化价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化价啦吼？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者，就是讲，现主是这个肉猪吼，用化价这个方式来进行活体这个交易啦吼，是过去50当前这个饲猪哈作为农村副业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如今产业嘛已经爱专业化、企业化吼，活体交易已经吼可能有淡薄无进步啊吼。所以若是讲哦，改做亲像头拄罗教授建议的导体评级啦吼，作为新形态这个产销制度啊，不但嘛是有利这个消费者嘛，当吼甲这个国际来计较啦吼，啊，另外咱嘛会讲到这个问题啦，就是讲吼，可能抑佫有用喷来饲猪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讲的这个部分吼，已经较缩小呀吼。另外若是讲这个牧场啦吼，也是讲产业园区啦吼，其实这产业园区嘛是有伊个问题的。继续咱请到这个邱贵姐吼，化猪这个部分。哦，化猪这部分，几年前吼，咱农委会嘛有请迄个林荣信教授吼去引吼。去做吼，做这款负责这业务，去引进2台土地评级的这机械，吼啊嘛有想要培养人吼，培养这验的人要杀，但是吼拄到这较老一辈这饲猪吼，反弹足厉害，啊所以就暂时搁置。因为这土地评级这是即马这青年养猪这边因极力在推的啦，所以这感觉嘿，所以这个做款迄个。导体评级这项计划吼，都是这个2代中间老一辈甲少年饲猪这中间这代沟啊，佫无法度好吼，饲猪业这个世代差异嘿，这还佫来努力。啊，目前我是希望，我是感觉讲吼，建议讲，咱会当2方面拢来进行。吼，比方讲，即摆咱若是有找到外销市场，咱就猪啊都莫经过市场拍卖，因市场就无法度用导体评级，直接车冷冻厂，啊，冷冻厂伊就会当伊甲饲猪朋友，哦，讲你要比讲我要车交硬性来讲，我就讲，啊，伊就用导体评级的，我会接受到，我就车要好，车也太，啊，照规家肉出口安尼应该是 OK，吼，只要咱吼一个要甲咱掠猪的，啊，甲咱要卖猪的2个欢喜倒，毋免透过市场，啊，所以甲保持市场。即迄传统化猪的方式，啊，这土地评级这伫迄冷冻厂，咱搞迄部分有哪会来做安尼？
两方面做来进行，我感觉讲安尼目前。所以画猪肉嘛，使继续进行。啊，若是你要拼外销，你就多地编辑吼。要停止迄个市场化，袂对这老一辈市地可能袂接受的。是，咱继续来请教副总理。其实吼，咱罗教授甲李书长有讲来讲，画猪，确实画猪是伫世界来讲，咱台湾是真大的特色的吼。啊，不过对防疫来讲吼，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因为世界各国甲先进的市猪拢是牧场饲好了后，就送去屠宰场去屠宰。咱台湾较特色是，咱牧场饲好了后，活猪再去拍卖市场，再去活猪拍卖了后，再去屠宰场。啊，拍卖市场是。大家牧场拢早去啊，揽做伙了后，再搁线开去。啊，所以伊饲猪车了后，搁再等于，伊卖了再等于去屠宰场了后，伊搁开等于牧场。所以变做因来因去啦。所以这对防疫来讲是足危险的。所以咱去年有邀请世界动物组织 OIE， 伊派兽医专家来给咱做咱的兽医体质的水准的评估。所以咱简称叫 PVS。伊派3个专家来给咱看。看咱台湾的用就是用饲猪的，甲咱兽医的服务部分，咱的分数是真悬，89分是世界排伫前几名。不过伊就讲，咱有一个缺点，就是讲画猪。伊讲吼，你这猪牧场，搁拍片市场去问的，了后搁屠宰场，了后搁走等于。这车搁驶登去牧场，所以这足危险的。是，就是头咱讲的电子威力啊，但是吼，搁较集中吼，去做拍卖、做画猪啦吼，买手若是真正有感染到，所以咱农委会即摆开始规划，咱这嘛是甲咱的产业界爱个沟通啦吼。咱即摆有所以要希望讲咱的猪仔饲好了后，会使在地屠宰、在地屠宰，咱活猪伫在地屠宰了后，再运。倒体来消费者，比如来都市，咱即摆是拢南主北运啊，就是拢用活猪啦，吼，活猪了，你说有屏东有高雄，甲活猪再来台北拍卖，迄猪你看像即摆热天，爱4、5点钟，活猪伫拍日，你无法度做密闭式的，猪仔在你这猪仔无冻袂掉，可能就真破死。就是一般咱伫咧高速公路看到迄个吼，是啊，在猪仔的车，猪仔伊的驶着嘛是安尼飞，所以对防疫。足恐怖是，所以咱即马伫杀工，是嘛会使推动冷链，在地屠宰，了后咱来运倒体，咱会使做冷藏，还是做冷冻拢会使。咱做冷藏就是密闭式的，嘛较卫生，嘛无迄防疫的问题。是，所以即马有伫杀，所以这咱农委会即马有叫做现代化的那个屠宰的规划。是，所以咱即马伫补助咱的肉品市场，有把伊的冷冻库起较大咧。吼，后摆是做。希望讲有头咱讲的咱的土地评级，或者做咱的土地交易部分，有会使这，所以这么你做嘛，有做冷链，咱的运输车会开始改增，甲活猪仔车后摆会使改做咱的土地的运输车。当然这个另外就是咱传统市场，你看咱即摆拢所谓讲什么温体猪肉啦，哈，气味较好啦，气味较好，所以你看咱的猪肉即摆是拢半暝咧屠宰。是。迄拢无变，送去传统市场，它袂甲中昼，袂甲中昼，所以有些尤其即摆热天可能变质。所以咱即摆有伫杀讲咱的卖猪的所在，卖猪肉所在，咱叫 TFP 啦，台湾生鲜猪肉，咱有看冷藏的，引进国外这个方式，会使个咱猪肉会使伫冷链，唔是冷冻哦，是冷藏，希望讲是伫7度 C 内底，你就咱。消费者买猪肉第一件代志，等于什么？嘛是个冻的冰箱啦，对吧？再摕起来煮嘛。是。好，所以咱的这习惯，咱头前个冰个好，卖好变质，买等于煮了这个冰，直接摕起来煮。所以整个系统都是冷链系统。是。所以才较卫生，所以后摆咱来提升咱的猪肉的品质。希望讲咱消费者食了会安全，所以这部分咱农委会拢有做规划。是，有影吼，除了这个饼外销、这个内销这个部分然后，亲像我较早就是住这个市啊，这阵嘛是住市啊啦吼。这个半暝2、3点的时阵，这个车落来啊，开始咧钓猪肉，要去送迄个打箱，要去卖啊吼。真正就亲像。若是讲12点卖袂煞，佮继续放伫遐，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啦吼。另外，咱讲真正爱拼外销这个部分，咱也佮有一个传统的猪只也被改度啦吼。但是这个有真济部分爱去讨论，就是讲传统的这个猪瘟为虾米无会当消毒？但是咱佮讲因为这个农民吼怕这个预防蛇俗啦吼。
拍咧可能就无烦无恼啊啦吼，会当看到这猪仔囝会当吼稳稳当当安尼来成长啦吼，这抑佫有啥物问题无？其实这个传统这个低温吼，这低温吼，要消灭那是无困难啦。无困难啦吼。咱讲即摆口地会用去甲伊破灭，那是因为伊有真好疫苗嘛，吼，而且这农民的配合咱伫个2017年了后，咱就这政府呢真严格哦，拢爱去管控这个，看你有注射无吼。啊，你若拢疫苗逐只猪仔就拢甲做着，另外这真紧啦。咱的这传统这 DJ 吼，属实疫苗的迄个效率足好的，真好啦吼。所以如果若讲咱的这个防疫政府，咱的农委会有这个意愿，有这个主动，敢若有这个积极，敢若要破灭这个号做口蹄疫的迄个心态去做的话，应该是无问题啦。我相信啦，真济这个用猪的人希望把这个传统的低温甲伊破灭掉，因为传统低温吼是较麻烦的，有的是伊生出来猪仔囝吼，就爱注射，啊，就爱搁注2摆吼，啊，即摆这注射搁逐个市场的住的迄个时间拢无共啊，有的注3礼拜，有的6礼拜，啊，有的注6礼拜，有的9礼拜吼。当然，这过去有真济迄个科学的研究吼，讲认为讲，你注射就是注3礼拜。甲6礼拜吼，啊，毋过有的市场，伊就讲我安尼伤早咯，安怎做的方法无共，啊，所以会造成一寡吼，可能也有零散的安尼个案会发生这个传统的这地质啦吼。事实上吼，即马这个台湾的这传统地质吼，会发生的迄个病例是非常的少啊吼。真少啊，有真济人讲咱这有些慢性的这传统地质，当然是毋是讲无啦吼。但是咱的迄个疫苗，你问像贵这也是这样，你若疫苗拢有安尼做甲彻底甲伊注射吼，传统地质吼根本就无发生。啊，如果咱来甲迄个精神，这防疫单位甲这市地的迄个业者啊，就配合，即马有即个口蹄安尼破灭的迄个模式啦吼，这款的经验啊，来做这款的，我想过一年2年，这传统之前若是用个甲牵照起来，甲牵照起来，但日本遐多都做起来啊。虽然讲日本最近佫发生啦，佫难产的啦吼，啊，但是咱台湾其实要控制这传统的 DJ 是无什么困难，还是看要做唔做安尼尔。是啦，要做唔做啦吼，所以这个其实农委会嘛有做一寡宣示啦吼。我等下再个请教咱副组长，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台湾猪肉要登吼来去到国际市场，伊的优势甲挑战是啥物啦吼？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吼，过去这个欧美的做法就是甲这个拍针吼，甲伊淹没掉啦吼。咱讲台湾这个猪肝吼。一出世吼，都改先淹没掉，所以咱的这台湾猪肉无这个臭臭味啦吼，会当领总然后来去香港、新加坡、甲日本吼消费力较强的这个国家，口蹄疫吼，这个备检了吼，逐年会当减少3亿这个预防蛇这个费用甲人力。挑战是啥物咧？挑战就是讲，现主席的这个规模已经吼缩小，到家己会当吼自己这个家己会当有够尔啦吼。若是要应付外销吼，可能就是头拄咱讲的扩大市场的这个规模若是讲继续的挑战是啥物？就是讲咱旧年嘛拄着这个非洲低温啦吼，所以若是要甲这个本土的这个DJ啦吼，嘛是爱甲消耗掉，才会当外销伫美国甲日本。市场业咱头拄嘛讲着现代化科技化的这个脚步啦吼，嘛有豆咧进行，嘛爱符合着国际这个规范。成本较悬吼，这个主要出口国吼，咱台湾猪肉每公斤批发价超过60块。加拿大、美国、西班牙甲这个丹麦遮吼。这个10公斤吼批发价只有50块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丹麦这个例啦，伊是这个一年会当30只啦吼。伊科技化这个方式，真正咱的这个价效拼袂过。尤其美国甲这个加拿大，咱的价效嘛袂当改比啦，因为咱的这个口碑实在是太好诶。伊若是要卖冷冻肉来食，有伊的市场伫，但是对咱来讲，咱就是要食这个气味较好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伫遮咱台湾徛伫这个部分，即阵咱已经这个口蹄备检咱嘛讲吼已经拄名啦吼，就是这3档内，还是讲5档内，咱若增加这个产量，头拄仔这个手几只嘛讲着，这个可能业者的这个议论，但是这个议论亲像头拄仔这个副组长甲咱讲的，可能豆消毒了后，咱当安怎吼，搁继续向前安尼。伊个针对这吼，我讲，因为咱即马环保意识抬头，生活品质提高，要增加投诉，咱爱搁考虑一个吼，环保吼。
有法度承受无？是。啊，所以我是有一个建议讲吼，咱以台湾咱生产的肉就是真优吼，行伫世界的这前迄啊做前端吼，算咱的肉是比人较好。咱是不是会当政府甲咱业者吼，咱做共同吼啊来生产这个较高端的这个迄啊做高端的这款肉迄啊做肉品，那像人迄日本。鹿儿岛的猪，伊比利猪迄，拢会当卖加几啊倍真好的这价销。吼啊，咱吼来发展这种的这品牌猪，吼你唔免增加环保的这负担，而且佫会当增加农民的这收益。爱若钱伊看收入较好了，伊就较有经济能力来改善环保的这相关的这设施。啊，佫再来吼，咱嘛爱款迄个目前吼，咱进口肉的款吼，迄标示，甲咱。哦，咱迄内销部进口肉的标示，甲咱台湾国产家生产的肉这标示吼，目前还佫无真清楚。难少会啊！嘿，对，这嘛是咱爱佫努力的。哦，有影啦吼，亲像讲台湾是毋是发展家己品牌这个猪肉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啊，甲外销的这个猪肉，有诶是这个冷冻的，来自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啊，要甲咱这个哦，咱气味真好的南少会这个分类，嘛爱分好清楚。继续咱请教咱的副组长。拄拄讲到就讲这外国的肉要入来要安怎卖吼？这其实这卫福部有规定啦。讲你即马要只在伫卖场要标示讲这是进口肉，国内肉，这你一定爱标示，这袂使落去人，吼，这吼啊。包括你种冷冻肉要解冻要来卖，这嘛爱标示。所以咱即摆在台湾的优势就是伫咧咱的温体肉、生鲜肉，所以这部分其实在大卖场部分拢有咧标示。啊，拄咱主持人讲，咱即摆烤地伊甲低调啊，假设咱未来嘛是佫有其他的挑战。是。好，所以咱即摆除了讲咱非洲猪瘟收了掉，卖互一摆。是。那烤地咱即摆甲低调啊，卖佫发生。那上重要就是咱的传统低温，希望讲。大家努力之下，会使甲低调。啊，后摆咱的出口的贸易障碍就无去啊。是。吼，即摆最重要就是这三项重要的底边，咱甲除掉了后，咱就是咱的外销的障碍就无去啊。哦，这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就是讲爱提高咱的生产力，降低咱的成本。吼，这头拄就讲，就讲咱15头，平均15头的生产量会使一年变17头。哦，这个加出来一年就超加100万头，是。啊，咱成本降低，咱的生产量增加，所以咱有竞争力。啊，另外，咱李处长讲的，确实咱饲猪的时阵，定定有迄废水、低废水，啊，这会造成污染，这平常咧咱的居民拢会抗争，啊，咱佫用开足侪钱去甲成本嘛，是。那即摆农会有去推动，就是环保的永续再经营，哦，而且再利用，所以在第三就咱才 Q 起来做沼气发电，哦，啊，咱的低调触电也才来做那个光电发电，这种也才变做咱的产能再利用，啊，也才降低咱的成本，是，好，所以这部分拢其实农会拢有伫推动啦，所以也才讲用咱的科技养猪、环保养猪，是，啊，也才把咱的成本降低。啊，甲咱的生产的提升，这就是咱农民所需要看到。啊，这个农会其实即摆拢有伫规划，啊，会甲咱农民来做好沟通，要安怎配合，会使甲咱的台湾的品牌拍出去，是，拍世界杯中国家队来拍世界杯安尼。是，有影啦吼，世界杯咱嘛会透过吼饲猪的这个部分，真正是国家队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烤地一这回是台湾本岛澎湖、马祖升这个洪都。这个一区啦吼，但是咱莫袂记哩咱金门哦，金门啊也袂除名，还佫要等几冬咧，咱来做伙看吼。因为吼，咱讲即阵的这个伊的地理位置啦吼，本地就较严格啦吼，就是讲吼，伊较倚中国，啊嘛是真做是这个风险较悬的这个所在啦吼。2015年这个 A 型的这个烤地疫事件吼，互这个烤地疫整体这个防疫市场吼受到牵连啦吼。另外咱嘛讲到2018年5月24号，咱头讲到取得 OIE 的这个认定，至少爱搁等3年才当备检啦吼。所以有即阵嘛有真侪声音讲台湾。澎湖、马祖已经备检啊，伊嘛已经互除名啊，但是我金门那爱搁等咧啦吼。头拄咱嘛讲到伊地理位置的这个关系啦吼，咱嘛头拄讲到传统低温的这个部分，其实咱嘛有吼经历到这个猪只抢在看到的疾病啊，咱继续请教罗教授。金门要甲
要低调这个口蹄疫应该更较容易啦。国较哦，伊较细嘛。但是伊离中国较近呢。离中国较近无要紧，咱即摆你甲看，咱的非洲低温，咱都我都甲冻起来。甲航空啊、航海拢甲冻掉了，是。迄大家若惊着讲，咱台湾可能会真凄惨，就敢若咱即摆即个武汉肺炎共款嘛。非洲低温就是拢完啦。老实讲，这咱的行政院长吼，苏院长吼，伊对这足重视咧。伊这上任起来第一天就走去机场，毋是哦，去机场去查讲，这非洲低温是安怎的。所以你金门的所在吼，今仔日非洲低温有法甲冻起来。我相信你要讲后日咱两岸，虽然讲伊较迄落啦吼，伊的迄落来往的人民较侪啦吼，但是金门这个地方较细，吼，伊的管理较容易，伊底敢若就万通食尔嘛，对无？所以伊一个注射落真容易，伊牛若说3000几只，所以真容易啦。这是看咱主管的迄个机构吼，主管机关吼，要甲帮忙无吼？你来一个帮忙落，个这人一定希望，因真希望嘛，因为你若甲伊拢甲伊迄个清调了吼，伊的牛肉，伊的猪肉拢会用去销来咱台湾嘛，因也是真爱啊，所以这是我认为这个金门的所在并无什么困难，是要做唔做安尼尔。是啦，要做唔做。你甲请教伊主管机关意见应该是有咧做啦。有啥话你做？其实咱就是到我有讲，咱即摆金门嘛是驻疫苗的非疫区啦，吼，所以。即摆部分就是讲，因为咱都讲到，因为咱老教授是这口蹄疫的专家啦，就是讲口蹄疫的病毒甲无共款，伊是靠空气在传播，吼，伊上远会使传到伊的病毒20-30公里，咱金门甲大陆上近无超过10公里，所以就真危险，所以伊本来金门的所在本来是高风险的区域，吼，当然无伊即摆有驻疫苗，所以咱即摆嘛是即摆甲大陆讲，一共以了后，咱都无病例发生。毋过咱即摆嘛是搁伫监控当中，所以咱即摆有甲咱的金门中央政府即摆有甲咱金门的县政府即摆伫参详，吼看因的在地农民的意见。当然即摆农民的意见表达就讲配合政府的脚步，按表操课安尼。所以咱即摆会邀请像咱罗教授甲产业界，咱做风险评估，看即摆要拔针。哪个时间点上好？是袂影响到咱的产业，因为万外只嘛是猪，因为猪门的猪，伊惊讲到时候出无猪肉好食，爱食台湾的麻烦。所以咱爱甲在地爱做风险沟通，咱分析了后爱做沟通，沟通了后才会知影讲要定是要赔针。所以其实这都有在进行啦。阮最近可能就是甲咱的金门县政府来个合调。邀请在地用地农民来大家来沟通，到时候嘛来希望讲咱的理事长会来甲咱斗相共。我相信这金门遐饲养的吼，遐饲猪也好，是有因也是拢爱讲，我无这个口蹄疫，因为免注射嘛。无你即摆口蹄疫注射，咱台湾无啊，迄要注迄真万只，伊疫苗要买就真困难啦。伊即阵讲市面上已经买无啊。已经买无。我讲1999年的迄个5月吼。金门发生着这个口蹄疫，迄是牛的呢。迄阵牛若是无临床的症状呢，迄阵是咱去抽这个牛的血，去测这个抗体，安尼发现的呢。所以伊毋是讲伊空气迄个安推过来，无毋对。口蹄疫的迄个传播，伊这市场会传去才1-2公里以外的市场，会安尼传染，迄是无毋对。但是咱无遐严重啦，吼。所以1999年的迄个口蹄疫伫金门发生时啊，是走私入来。是啦，是走私。是伫迄边的牛运来咱金门来饲，所以伫个过年就是2000年的迄阵。迄阵毋知正月啊啥，所以这个咱对金门运送去台湾去分林遐个牛啊，伫金门过去哇，伫遐发生口蹄疫，牛的口蹄疫吼，所以我认为金门这个所在吼，那你来看这个非洲猪瘟，应该讲金门一定都换爱做。我是建议讲这个主管机构吼，伊一定爱有这个意愿主动。我相信金门遐饲猪的遐吼，一定肯配合的啦。金门遐人若是
真想要讲，我台湾都拢无考第一，我金门有一个考第一。是啦。安尼哦，因我真痛苦呢。就是讲因哦，因金门内因个生产较济猪啊啥嘛，因的伊迄像特别是牛啦，吼，因的牛呐足要销来台湾的啊，你即摆伊根本就无可能过来。是啦。你台湾即摆讲哦无考第一已经除名，因的牛肉要过来，吼咱。金门这个牛肉嘛是一个品牌呢，一个品牌啊，是啊是啊，伊牛肉真好食，迄特别的啊，吼啊，所以我认为这主管机构吼应该爱有这个意愿，有这主动去甲伊帮忙，协助这个金门湾会也考第一会除名，安尼才好啦。有影啦吼，上尾咱搁请教邱贵子啊吼，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吼。就是金门这地吼，嘛是其实吼，嘛是有这个市地这个协会内底，其实伊嘛有一种几啊种声音啦吼，因的声音你安怎吼，搁建议咱政府咧？金门算因算金门遐较无咧，较无咧计较，较无计较嘿啊！但是我相信讲吼，那啊做吼要清除这把做迄，啊做考题吼，我讲大家市地拢足欢喜的啦，你有看咱啊做。咱迄农委会，咱主委、副主委啦，洪检局长吼，记者会进前迄暗拢欢喜甲困袂去。是啊，你看安尼开记者会拢精神恍惚，我市地还佫较欢喜吼。一定是乐观其成嘿。去年有来到咱这个节目啦吼，啊，昨看伊记者会，伊讲吼，就是伊当阵哦，伊做这个兽医的时阵，吼，发现这个口蹄疫啦吼，啊，买手伫伊的手里嘛，甲这个口蹄疫结束了吼，所以这证明这24档伊拢参与着，啊，这回真正咱做甲够啊吼，所以台湾伫这地嘛，防疫的这表现嘛做得真好啦吼。因为金门甲中国较近吼，啊，所以因的条件比咱较差，伊爱比咱较努力。那意思就是当时要把做嘛，啊，因为中国影响，啊，所以因吼较慢一步。那么希望讲因马上对当对着咱的脚步啦吼，对，多谢，感谢，谢谢。